有生意又死，冇生意又死，究竟係邊個搞死？就係政府啲部門搞死你啦。咁啊點解咧嚇？呢一樣嘢咧就唔係我講嘅，呢一樣嘢咧就啱啱咧就喺呢個2個鐘頭前咧，東張西望講嘅。咁啊無線 TVB 咧個東張西望咧就講，喂，有一間榴蓮鋪咧就叫生記嘅，佢咧就生意太好，跟住咧就受到好多咧人咧就投訴，跟住咧就搞死佢咁。咁啊點樣搞死咧？咁啊大家咧就嘥幾分鐘咧就聽聽呢一個最新嘅報導啦。其實真係好麻煩，好厭倦啊！其實真係心力交瘁，可以用呢個字啊，心力交瘁。好好地做正當生意，竟然不斷被找麻煩。觀眾林先生向我哋投訴，佢經營嘅鋪頭懷疑遭人惡意舉報，各大政府部門輪流上門巡查，阻住做生意之餘啊，仲造成諸多不便啦。自從上年開始咧，就收到好多唔同嘅匿名嘅舉報啦。咁就叫虛報應該講，咁就有食環署嚟啊，話你阻街啊，之後有屋宇署嚟話你僭建啊，又有消防處話受到啲危險物品啊，阻塞走火通道啊，咁唔同嘅部門都有過嚟啦，咁全部嚟到上晒門嚟睇，全部都過晒關嘅，我收到啲投訴。哦，咁所以就係咯，即係嘅標準係淨係唔可以超出嚟係放心，可以啊。總之我要維持翻一路都係呢個。放心，一定嘅，一定以後都係咁樣嘅。你隨時嚟都可以咁樣嘅。放心。多謝，唔該晒。最嚴重嗰次啊，試過一日之內有4個部門又海關放蛇，咁照排隊，跟住照買榴蓮，跟住就話我亦受到人投報舉報話我話情，咁咧就一買完之後 show pass 就海關咁樣現場即刻攞個證出嚟。咁情咗之後，係冇問題喎，咁提醒翻啫，即係我都明白你哋都可能有唔同嘅部門揾過你。係啊，唔同部門揾過我哋，我哋都係上嚟巡查做翻自己嘢嘅。係，純粹就係話金價48夠啦，48係。咁而家望到一嚿數，咁純粹提醒翻嘅啫。係。咁記得咧就係話講清楚，就一定要盡清。好，之後都未走完啫，跟住屋宇署接住嚟嘅。係你好，屋宇署係你好。咁又話地搭阻到出嚟，其實全部都係我租嘅時候已經有喺度噶啦嘛。又話僭建成啦，之後環境處仲搞笑話我哋係非法排污。咁你正常開間鋪頭係又好無奈，因為佢每次嚟嘅時候都係排緊長龍噶嘛。咁我賣緊榴蓮就即係。大家都 stop 喺度啦，全部一齊等佢搞掂晒咁樣。跟住消防處嗰度有2個唔同嘅部門入嚟喎，原來消防處都落分嘅喎。一個就係話我阻塞走火通道，咁另一個咧仲搞笑就係我危險物品。佢自己喺門口望一望都原來你賣榴蓮㗎咁樣，咁都知道俾人玩㗎啦。咁佢話冇辦法循例，因為有人1823，咁我哋冇辦法都要落嚟嘅。4個政府部門喺同一日連環突擊，全部 check 過晒都話冇事，但係 check 得咁密，林生懷疑有人喺背後搞風搞雨。某啲鋪頭某啲人就眼紅啦，咁就我就唔方便講咁多啦，即係做呢個行業咁就可能動咗人嘅蛋糕啦。就事件，我哋去信各個相關部門查詢，消防處回覆話，舊年11月至12月期間，接獲9次有關地鋪逃生路徑被阻塞嘅投訴，巡查後確認冇違規。又喺12月經1823轉介，話呢度過量儲存危險品，巡查後亦確認冇違規。不過所有投訴都係匿名，並冇投訴人嘅資料。署方話處理投訴時會先初步核實，喺必要時會向投訴人索取更加多嘅資料。而海關就話收到舉報會巡視個案並採取適當行動，舉報時市民所提供嘅資料一概保密。勞工處話巡查行動以保密方式進行，不評論個別個案。至於屋宇署就話過去半年並冇接獲有關店鋪有僭建物嘅舉報。如果你真實報去舉報係冇問題嘅，但係你去虛報可唔可以去調翻轉話呢啲人你要負翻啲責任咧？係咪？因為你打一個電話，你就可以嗌到啲部門上嚟嘥晒納稅人嘅錢咧。希望透過東張西望可以顯彰正義，
咁啊，希望政府嘅人員可以關注到，其實對政府都好嘅。喂，發現咗呢個問題喎，其實係好浪費政府人力物力㗎。呢個機制有個漏洞就係俾啲唔善良嘅人去做啲咁嘅事，其實係唔啱嘅。希望會得到改善啦。好啦，今日咧就係講咧，就係政府咧就俾人借刀殺人，就係話咧喺香港做生意咧，營商咧，你會面對啲咩困難？第一，生意做得好嘅，咁啊皆大歡喜啦，又養到人，又交到稅啦。第二，生意唔好艱苦經營咯，大家守落去咯嚇，自己選擇嘅條路係嘛？咁但係原來咧，你生意好同唔好咧，只要有一啲人佢係唔妥